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！又到人的运动时间了。今天一鸣老师呢，要教大家当特别哈，当特别的很多火的系列，那个很多火哈，人的火的个人的都市哈，身体的跟运行都都市。你讲肚脐眼下三指，好呀，丹田的地方呢，系能量的起点，人的身体全部的能量，讲发啦、太偏啦、手偏啦、行路啦，天啦，欢喜笑啦，所有能量都来自人的都市。故说也个喜马拉雅瑜伽传承的火的系列，所以用来唤醒人的腹部的能量。好，故说也玉美老师先抽点本大家看哈。吐气的时候，肚子顺起来，个数，叫到全部叫落去。吸气的时候吐出来。吐气的时候数起来，好，吸气的时候，记得了。喷气的时候数到多哈，好，吸气的时候不用轻松，好，也玉美老师要顺风按你侧边了哈，你做气的你可以有脚尖踮着吐气，你身体按呢竖按呢，你竖按呢哈，你个肚子，你看下肚子呀。数起来的时候，吸气，吐气，吸气，吐气。你发现肚子熬落去动作，吸气。你做的时候可以数标的呀，好，安尼，叫，标，叫，个叫起来。个标，好，你看得懂清楚呀？肚子收跟放，个改到啊哈，肚子叫起来，肚子全部三看叫起来，不用轻松，看好脚呀，颠好，好，身体向前，也还味道讲，不用看到啊肚子，故说啊输会不用呀，其实人家输可以不用安尼做，不用呀顺风，肚子叫。放松，叫，放松，叫，放松，叫。好，不用轻松。好，乡亲朋友，刚才你一定有看到玉美老师的个肚子哈，有很多火的系列，人的身体哈，透过你的本身的能力，哈，安尼叫你去变出来，叫你去变出来，叫你变出来，好，安尼呀消化到位后，个唔会便秘，好，个人丹田还有力，安尼。方式呢，像胃胀气啦，哈，肚子特别好，也有动到脂肪啊，安尼方法非常的好，有很多火的系列，也系手动做，也水动做咩，没有动到的动作可以帮助你。假使你讲老师我肚子冇办法安尼叫你去，冇办法有力，安尼就可以水下来，老人身体嘅安尼动作呢，帮助你哈做。也个安尼也系火的系列，头班人讲按压造动作很多拔瓦斯啊，这些老人嘅浊气啊、胀气啊，透过你躺着的时候哈，然后你释放出来，好，也系做水下来了哈，水下来，刚才最后系抽电呐，你讲假使讲平常。冇讲水电模仿片，你就抽电做。你刚才抽电模仿片的话，水下来哈，然后一美老师水下来，轻轻的水下来，好，不用平来，先调呼吸调好，不用轻松，胸口放松，肚子放松，全部放松，脚咩唔好按你定定咯，不用轻松，手不用轻松。好，瑜伽有一个很多摊尸式哈，水下来，
好，下一个吐气，好，脚并起来，好，吸气的时候，右脚抬起来，弯曲，要两只手按动下小腿，记得了哈，乡亲朋友，爷爷，唔好特别做安尼，你安尼也赶紧会舒爽，唔好安尼，好，对呀，吸一口气，吸满，吐气，用背部的力量慢慢的上来，我记得了一只脚，不用张来，吐气，压鼻尖，利用大腿，跟身体把肚子收进去，两个靠近，吐气。好，停到呀，慢慢的吐气，慢慢的肚子顺起来。参加下玉梅老师的肚子就咕咕滚的。好，就叽里咕噜叽里咕噜的，因为有刺激到去，按摩到去。好，慢慢的吸气，不用向上转来，躺平。好，听耳朵哦，吐下去，吐气。好，上来的时候唔好用钢筋哦，用背囊的力量上来，手南边去，靠近，慢慢的吐气，鼻尖。你可以用额头，安尼较拄好。吐气哦，吸气，吐气。让两个大腿、下面，然后胸脯，张开式，乡亲朋友张开式，你听，已经安尼，冇办法按耶，唔怕哦，你的进步，好，慢慢的，还减到诶，好，一个月后，2个月后，3个月后，好，你讲谢谢你，有你就有我，健康真好。好，慢慢的不用放松，吐气，啊，慢慢的放松，很吃眼哦，周后懂吃眼，吸气，吐气，好，不用放松，个深呼吸，好，各位下一个动作同样啊。竖起来，勾脚跟，好，一只左脚，吸气，弯曲，好，然后手抱着，记得咯，乡亲朋友，重点呀，钢筋唔好按呢，你按呢，呀行啊，向东方的时候，人家会颈椎会折到，会不舒服，来手转来。保持牙颈椎40数字，比方牙钢筋会不会保护起？安尼，下巴安尼，给人角度好，慢慢的，要右脚踢出去，左脚脚趾头往下，好，先吐气哦，吸气，好，吐气，身体躺起来。你张开始讲老师，我总爱按你听听哦，冇相干。好，慢慢的经过训练，慢慢的吐气，吐气哦，舒张，不用放松，吐气，够吐气，手到屁股。好，慢慢的吸气。好，也按到把瓦斯啊，没黑火的系列当重要的地方。好，慢慢的不用放松，做3度啊哈。好，慢慢的吸气，吐气。身体哦，身体上来哦，唔好等那僵紧天天哦。好，慢慢的上来，慢慢的上来，身体上来哦，慢慢的吐气。你假使听到呀，好，乡亲朋友看一梅老师的肚子，对呀哈，吐气的时候哪容易，吸气的时候较平，吐气的时候顺入去，然后大腿个胸靠安尼，呀，板凳。好，慢慢的吸气，好，不用放松，改刀哦，好，安尼当舒服，好，改刀啊，上来之前哈，先吐气，好，喷气，继续喷气，迄唔拉气的无气的前吐气，个吐气喷气，吐气，好，慢慢的。不用放松，转来，
好，脚伸出来，吸气，吐气。好，放轻松。记得咯，放松压压下巴，放松肩颈，放松压胸口。好，脚松松啊，松松啊。好，弹弹啊。好，两只脚做完，一只脚做完也做两只脚啊哈。脚也还用脚弯曲耶，师傅抬起来，吐气，安尼。好，弯曲，两只手。先按呢，好，停到呀，好，松一下，松一下，摇摇啊，同样啊，吸气，吐气的时候身体上来，好，慢慢的上来，慢慢的上来，慢慢的上来，停到呀，应该是很有能力，很有能力的上来。同学们有看哦，按你还没肚子，人家肚子嘿抬抬法，你根本就没办法靠近。我说你们用按呢，按摩人家肚子。好，唤醒你腹部的能量，吐气，停一下哦，吸气，好，慢慢的变下来，慢慢的变下来，变强壮。这个动作非常非常的舒服哈。你按你大腿靠胸的时候，你也会来到，会软骨会来到，你还唔会腰酸背痛。好，各位，你还唔会胃胀气，还唔会便秘。好，该到哦，吸气吸满，吐气，身体上来。今天呢，手有力，靠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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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鼻尖，点头不用放松。好，吸气，慢慢的放松，放松，放松。放松，放松。好，该到哦，乡亲朋友要记得哈。当你睡目去，乡亲朋友，当你睡目前啊，你还没睡目，睡目做睡目的，是记得玉梅老师讲的，你就叫安尼。即便冇放起来，你就安尼天天，你还冇身体放起来，没有加好处，你就慢慢的安尼，安尼没动好，好。个解到啊哈，因为老师讲较清楚的话，头气、盆气的身体上来，身体上来，个人脚趾头下压，然后身体慢慢的吐气，慢慢的吐气，慢慢的吐气，靠近。好，吸气，不用强松，不用强松，不用强松。好，打开来。刚强松，放起来去，记得咯，左侧卧哈，吸气，左手，右脚，翻身，左边，慢慢的手，慢慢的放起来。你这边有用的水下去，嗰个放起来哈，安尼通常要动冲腰，加下做的全部迄。玉梅老师给喜马拉雅山瑜伽传承同古老的瑜伽哈，也是火的系列。我说个是，你睡目前呢，你睡下来，你就让人家大腿靠胸，哈，对人家穴位啊，对人家的腹部的按摩呢，非常非常的好。我说你平常有闲的时候，你就坐凳做，也是开凳做，总之最好让人家都是做缩放的动作。那有都是有能力。好，举起来，不用强松；举起来，不用强松。人家都是有安尼能力去的。好，下一摆有机会，玉梅老师上教你。有机会的，好，按照来教呼吸法的也咩火的系列，安尼你就唔知道屁事，好，也希望要较通畅。好，各位有知道，做一条火的系列啊，做呼吸法呀的哈，然后脾气要较好，修养要较好，唔会安尼上气接不了下去，大概就同唔同在发脾气啊。今日呢，玉梅老师火的系列就到了，记得用火燃烧
净化、燃烧你体内的毒素，好，燃烧、净化你负面的情绪、你疲劳。当你做，我带本健康，记得咯，我们活着一定要健康，一定要开心，一定要感恩。